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。常常有爸妈跟我说，孩子怎么老是不听话。今天我们请到亲子心理教育专家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。嗨，大家好，其实孩子不听话背后，常常不是故意叛逆，而是有一些心理需求没有被满足。今天我会分享3个心理学技巧，帮助爸妈改善亲子沟通。那第一个技巧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技巧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叫情绪共鸣。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，孩子需要先被理解，才有可能听得进去爸妈的话。举例来说，孩子不想写作业，一直喊好累，很多爸妈会直接说不要找借口，快写。但这样孩子只会更抗拒。如果爸妈先说我知道你今天很累，写作业真的需要很多力气，孩子的情绪被接住，他才比较愿意进一步听爸妈的建议。原来如此，先让孩子觉得被理解，再引爆行为。那第二个技巧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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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个是给孩子选择感。孩子常常不听话，是因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决定。例如要孩子刷牙，你可以问你要先刷牙再洗脸，还是先洗脸再刷牙？虽然2个选项都是爸妈要的，但孩子觉得自己有参与决定，就比较愿意配合。这个方法好实用，小小的选择却能让孩子感觉到尊重。那最后一个技巧是第3个叫正向回馈。心理学发现，赞美和鼓励比批评更能激发孩子的动力。比如孩子只有写了一半作业，爸妈不要只盯着你怎么没写完，而是先说很好，你已经写了一半，剩下的我们一起加油。这样孩子会觉得我有做到一点，就比较愿意继续完成。也就是说，要把焦点放在孩子已经做到的部分，而不是一直挑毛病。总结一下3个技巧，就是情绪共鸣，先理解孩子的感受，给选择感，让孩子有参与感，正向回馈鼓励代替责骂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改善亲子关系。如果觉得有收获，记得按赞订阅，还有分享给需要的爸妈。我们下次见。